2014亞洲足協杯準決賽次回合喺旺角大球場上演啦，咁着住紫紅色衫嘅就係主隊嘅傑志，咁對住呢就係伊拉克嘅球隊亞比爾噃。咁呢場準決賽次回合嘅賽事咧，全場係爆滿㗎，咁啊容納咗6500人㗎。咁首先呢，就係主隊傑志啊有攻勢㗎，咁啊可惜呢球跌跌撞撞之下咧，咁啊未能夠轉化為射門啊，啊前鋒巴倫古素啊。咁啊，已經有3球嘅進帳，暫時係傑志嘅神射手嚟嘅。咁呢一位西班牙前鋒咧，喺幾個球季咧都為傑志即係有好好嘅發揮啊！咁見到啦，客隊亞比爾喺中前場咧搏到個自由球機會，咁開波都只係短短嘅2分零鐘嘅啫。咁其實當時咧就係9月30號啦，咁大家如果記得嘅話，當晚咧係落大雨㗎，咁所以現場個球場都係好濕滑。一射埋去，哎呀咁樣就入咗啦喎！5號嘅中堅啊，艾迪耶亞咁遠射埋去嘅直接自由球，竟然入咗喎 Elson。咁啊開波只係短短嘅3分鐘啊！咁啊作客嘅艾比爾咧，憑住呢一個超遠程嘅罰球咧，咁啊先開紀錄啊！咁啊全場咧真係鴉雀無聲啊！咁啊始終香港嘅主場地方啊！咁早嘅時間就失波，咁只係排出2個嘅人牆啊！咁呢個咧相信係可以話係一個失策啊！咁雖然比較遠啦途程，都係要怪一怪門將黃振鵬噶啦。去到最後啊，嗰個撲救嘅動作有少少唔拖唔水啊，睇唔出係想撲實個波啊，定係打走個波？咁結果咁樣就已經先輸1球。咁其實因為喺首回合咧，傑志就係逼和對方1-1，係有作客入球嘅優勢嘅。不過而家咧就已經要落後1球啦。呢個頭槌頂埋佢都係爭少少嘅咋。見到17號嘅薩哈爾啊，有投訴對方犯規，不過球證係冇受理。嗱，咁見到傑志後防線咧已經敲起警號噶啦。冇錯，呢一球好輕鬆啦，可以俾對方斬入中間啊！咁啊，只不過咧17號嘅薩哈爾咧咁啊頂唔中目標嘅啫。好啦，傑志嘅隊長又就盧均宜掉上海，巴倫古術得唔晒個位，咁就冇咗控球權啦。中間呢下搓得靚嘅，左邊咧已經有2個走位噶啦。咁分到過嚟，10號嘅隊長沙拿又啄埋去喎。哇！今次入咯，又係頭槌攻門啊！咁啊，今次咧終於轉化成入球啊！咁啊，亦都係好早嘅階段啊，只不過係9分鐘啦。咁啊，見到10號嘅拉希相當之興奮啊！我估唔到傑志咧就輸完1球，咁又再輸多球啊！10分鐘內落後緊0-2啊！唉，呢一刻就慘情啦！成個旺角場咧喺嗰一刻真係一片死寂啊！咁因為啊，而家總比數咧就變成亞比爾領先3-1啦，而且有2個作客入球。咁傑志要晉級嘅話，起碼要反勝3-2先至得啦。就算係2-2都係會淘汰啊！喺亞洲足協杯歷史上啦，咁啊香港嘅球會咧最盡只係去到4強啊，而傑志喺呢度暫時呢一刻咧係落後緊嘅，咁啊相信要極力反撲啊！咁但係恃勢凌人嘅咧就係作客嘅艾比爾啊！咁啊呢一度搏到對手犯規，啊犯規嘅就係32號嘅張敬真，咪又係罰球喎！唉，都有少少擔心啊！咁見到門將黃振鵬咧神色都非常之凝重。咁頭先10號嘅拉希嘅頭槌入咗1球啦，咁而家係咪用右腳去處理呢個罰球咧？原來艾祖姆亦都喺度，拉希亦都喺度，咁樣直接射埋去咧，就呢一下欠缺角度啊！咁啊射波就係20號嘅艾祖姆啊！咁啊較早前呢，就係拉希射嘅，咁但係呢一球就轉咗做艾祖姆，左腳係彎埋去，可惜咧就係區翻入中間。咁見到呢一位咧，就係亞比爾嘅教頭艾若比啊，應該都收貨啦。喺上半場可以領先到主隊嘅傑志2球，咁下半場咧，傑志當然要積極反撲啦。咁呢度啄過嚟左路，咁背對住對方，咁見到啊25號嘅呢一個張國明啊，一個傳中波，可惜就揾唔到自己嘅隊友啊。咁仍然未解到圍啊，咁繼續係傑志嘅攻勢。左邊人馬搭閘，林家偉都係望唔到入邊嘅隊友啊，結果咧就橫傳起到腳啊！呢一球，咁射門就係18號嘅佐迪。咁今場傑志仍然擺出個4-3-3啊！咁喺前線呢就有巴倫古素啦、佐迪咁再搭埋張國明嘅。
咁呢下見到左翼啊，咁追翻個波，車身射埋去都有啲角度啊！呢球查拉都撲到攤攤腰㗎，因為始終係一個彈地嘅地波，亦都有角度有力度啊！咪好可惜啊，傑志咪呢邊繼續係艾比爾嘅攻勢啊，喺左路咪落底線拐翻入中間，哎呀跌低咗啊，弊啦！出到波埋嚟，尾柱有人殺到啊！乜殺到就係17號嘅薩哈爾啊，自己亦都係好唔憤氣啊，因為只係差一步啫。咪如果呢一球轉發到入波，領先到3-0就大件事啦，咁啊追都冇得追添啊！不過喺場上嘅表現呢，都必須要承認啊！咁亞比爾整批球員嗰個腳下功夫啦，而且嗰個傳接嘅技巧呢，係比傑志係要稍勝一籌嘅。艾比爾喺中場咪幾下短傳。咪都係 one touch pass 冇甩過㗎，咪一個直線側俾前邊嘅球員係有越位㗎，但係後上咪呢一度左路一路發爛傳入中間，咪射先啱啊！咁見到呢一次門將黃振鵬呢就冇失手啦。咁其實呢一腳射埋去啊，咁見到啊呢個薩哈爾呢都係咬實牙關咁嘅狂抽啊，咁都驚一驚㗎。咁始終黃振鵬今場嗰個發揮都唔太穩定。咁彈到嚟又係後上喎，咪呢段可以話係崩潰啦！傑志嘅後防，咁幾下嘅直線啦，諗住係裝越位啦，咁亦都係唔成功啊！爭啲係輸多球添啊！咁睇下呢個反擊做唔做得好啦？咁林家偉，我回翻去左邊少少，咁再堆入中間，咁過唔到對方嘅守衞啊！咁出波嘅就係張建峰啊！咁其實傑志今場波咧，左右兩邊嘅橫出波機會都唔少㗎。咁睇翻之前嘅慢鏡先，再一次係17號嘅薩哈爾。如果話再快少少咧，可以擠高個波，咁就可能已經笠死咗黃振鵬，變成0-3啊！好啦，咁傑志喺右路嘅角球，加位左腳去處理，門將哎呀打唔應個波，咁最後混亂之際咧，高文呢位後備入替嘅球員啊，咁為傑志追成較接近紀錄啊！時間係69分鐘，都仲有20分鐘去追啊！冇錯啊！咁啊最緊要咧就唔好泄氣啊！咁睇翻呢一球啊，咁啊見到咧就巴倫古素啊，咁啊呢啲喺禁區度咧造成少少嘅混亂，令到咧就係對方門將查拉有少少判斷失誤啊！咁啊造就咧就係門前嘅高文啊，咁啊左腳一竇入網嘅。咁高文喺今場就後備入替咧，換走咗38號嘅顏樂峰。咁啊，樂峰個位咧本身就喺個防中位置嘅。好啦，再一次有頭槌嘅機會啊！不過今次咧，哎呀過唔到啊查拉噃。咁啊頂得太正呢一球。咁啊見到就係徐德瑞嚟㗎，亦都係後備入替啊今場。咁喺12碼點前少少，一個咬翼都頂得好靚㗎。咁可惜咧就力角度啊爭啲。好啦，呢度又有製造混亂嘅情況啊！咁啊查拉單手咧就打出界外啊！咁啊搏到個角球啊！咁呢段氣勢咧，傑志翻嚟喎。咁講得一啲都冇錯啊！咁畢竟咧喺現場都有6500球迷為佢哋打氣啊！再一次係加佢嘅左腳傳中，又係打唔應，今次保唔保得中咧？咁見到現場就係咁大叫啦，大家都覺得呢個波係入咗呢個網窩入邊嘅。咁包括啊傑志嘅教頭摩連拿都係好緊張。嗱查拉又一次即係清得唔靚啦，咁個波再頂埋嚟加多腳。咁呢一度咧，我哋啊冇個鷹眼技術啦，冇辦法好肯定咁講個波越過晒白界尾。不過球證咧就話佢唔入嘅。咁最終啊1-2就係呢一場次回合嘅戰果。咁傑志啊兩回合計係以2-3落敗。咁啊，其實傑志已經相當之犀利啊！咁啊，已經成為第3支歷史性殺入亞洲足協杯嘅準決賽球會啊！咁啊，相信球迷亦都收貨，雖敗猶榮啊！今日好開心啦，見到好多球迷係入場支持啦，咁即係我都冇諗過好多嘅球迷係入嚟支持傑志嘅，希望我哋球隊繼續努力，可以繼續多啲嘅球迷入嚟支持我哋。